检方函是由署的独立调查小组今早起到中年邮寄仓库检视，另外业者若做延后通报或者唔通报，相关罚3000万。进前伫台积电一名姓陈的副理去互中国吸收去偷摕台积电器部文件，高检署伊则个案法定罪嫌，甲这个前副理求刑7年。2026台湾米其林指南这回今仔日公布，这回评选范围有北中南7个城市，其中义江这间餐厅已经是连续9年摕到3粒星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继续来关心到这中联邮寄的油验出到这抵押物的问题。检方呢，含这是药署的调查小组，今早起到仓库检视，要来厘清这事故原因。为福部调查也发现讲，中联邮寄对去年开始呢，把这黄豆的劣酸商验收标准放零10倍，才有可能会造成这本片被超标。那检方呢，也去仓库检视了后，也随来公布到这检验合格产品有19批，对即马开始呢会当重新来上市。不过卫福部也强调讲，若准业者有延后通报或者是唔通报，这罚的钱呢是对300万，即马要有关到罚3000万啦。油品本片比超过标准的前期咧均价，伫台中的中联邮寄工厂1日早起8点外。道检方甲小署独立调查小组过来厂内检查，按算1礼拜来完成调查。中年进前才被发现，暗含部分的油无确实停报列册。即马个调查结果指出，中年会自2015年开始，都放零黄豆原料验收的标准。豆子呢，因为熏蒸没有办法那么均匀，烧了之后呢，会超灰搭一样，所以100颗豆子里面呢，有0.5颗，就1000颗有5颗以下。原来0.5%，后来允收标准他们调整成5颗以下。乡志公指出，台湾伫2016年4月到即马了后，买黄豆啊，主要是巴西来，因为湿度较悬，黄豆采收了后会先用混蒸来保存。业者将黄豆的热损伤率标准为0.5%，放零10倍，就可能互本片比超过标准。会按照这个事件的风险评估、涉及层面跟它的影响程度。那么来这个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周忠龙表示，针对跨辖区的食安事件，会比较疫情时期开设食安事件指挥中心，同时对外发布信息，避免中央甲地方无共调。厂商若发现产品有记录，煞延迟通报甚至知情不报，法律金额上限也会即马300万提悬10倍到3000万。从这一个食品的下架。预防性下架，它的范围、程序，以及呢，在这个原因消失之后的处理方式，包含销毁，或者是已经是确认安全的预防性下架商品如何重新上架。那么这个我们也在这一次的修法里面会再把它融入进去。卫福部公告全面检验部分已经伫20个项，除了已经查7批无合格油，加另外1批外销无检体，会维持全部明详价格，启动消费定时。检验合格产品甲加工制品有19批，会马上个重新上架。卫福部强调，处理食安事件会遵照原校风管下面回收2大原则，进行明确规范，互各县市有同款的标准应照咧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中联的油出问题，检出到致癌物，也那这行政院今日下晡呢邀请6都首长出席食安会议，台中市长罗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个高雄市长陈其迈拢亲身来出席。不过早起的时阵呢，这台中市长罗秀燕已经含拿赢执政的18县市举行线顶的国事会议，以及呼吁罗总统呢就要召开国事会议。也那目前呢，这行政院的食安会议也搁伫咧进行。台中市长罗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市长陈其迈，你下昼受邀到行政院参加食安会议，讨论食安法修法。罗秀燕迄日早起，先是号召全台县市举行反毒油线顶国事会议，欢拿电影有18县市参加，连夜全数拢无出席。针对总统府呼吁地方政府公开最近几年稽查结果，即以过去8年来，台中市府只针对中联抽验过1摆。罗秀燕强势发
击，强调地方真辛苦，中央所有人斗相共攻击。中央并没有准备好，你们要修法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它到时候要实施全国。第二个，它也要有效的管理这个食安。所以我们建议你们内阁、你们这个中央的各部会之间，可能要就你们修法方向，要能够彼此看过，达成一致。那我觉得在时间上，如果行政部门他们能够先再一次的整合好，我想在整个修法的期程上面才会更有效率、更快速。卢秀燕表示，线顶会议的共识，毋望重大食安事件比较天然灾害，先伫中央应变中心采取全公布、全落市的关键。华社总统赖清德邀集地方召开国事会议，周万安是邀请陈其迈25以被捕官的身份，就开导抗议，予陈其迈泼冷水，其民众无希望看到行上街路。食安民众的问题应该是要放在最前面嘛？那大家可以谈，可以合作，在整个通报系统怎么样能够整合，让它更有效率，包括自主通报的责任要加强。食安必须依照科学的检验，食安必须依照科学来厘清真相，食安必须依照制度来守护。陈其迈建议成立食安委员会，交付公正的第三方来做风险评估。对那也批评中央看牌的李慧芝强调，食安无妥协的空间。各一摆表示政府有查抢、有流向、有落市。食安法修法23会提报行政院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中日的油出问题，真侪台湾人已经食到腹肚底咯。今仔日南部呢，这台湾的消保协会，还有北部地区的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拢举办记者会，宣布要拍团体诉讼。不论你是学校单位或者是民众，只要甲相关的证明传好势，交予消保团体就来拍官司。继续毒球影响学校食食安全，台湾消保协会手提口号牌要替这个受到中联问题有影响的学校来拍团体诉讼。协会讲，目前相关单位提供的资料，受毒有影响的学校有861间，幼儿园有334间，因为问题由一批接一批逼，无排除会阁增加。佮加上即阵当咧休热，除了收件时间延长到10月底以外，收件认定标准买放零。只要学校你使用到泰山福寿服帽，你有觉得你可能有危险，或者是学生家长甚至于学生要求他想要争取权益，都可以，我们会从宽认定。反正到时候真的成立团体诉讼进就法院的时候，法官也会做比较严格的审批。南部拢有消保团体开团上记者会，伫咧行政院消保处的协调下，南部是负责学校的部分，那北部的消基会会针对一般社会大众来收件拍官司。消基会表示，中联泰山福保福寿4间公司，目前7批确认有问题，油已经回收2700多吨，以丰盛路价有5200多吨。目前上大的问题，都是真侪消费者唔知家己是毋是有食到遐个油。现在因也先设计一个报名 QR code， 也毋望消费者做伙徛出来，侪人力量大。各位消费者，如果你觉得你可能是受害者，请你扫这个 QR code 来跟我们消基会报名。那之后等我们比较确定说到底应该要请这个授权方缴交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会由我们消基会主动的来通知您。消保团体表示，这回受到问题有影响的人数会比顶届顶新的毒球更较侪。除了消极的团上作柜以外，也毋望政府相关单位会当做好源头的把关工作。民众的食食安全绝对袂当有一点点失觉察。记者柯家族区条用综合报道。来看这新竹市最近有吹粉夹出假传，今仔日议员开记者会，批评讲这市政府拢急放放，讲台南5月底就验出讲这吹粉有问题啊，通报市政府卫生局是拖到7月18才来公布，造成有问题吹粉无法度随来落价，今摆的回收率也无够2成。守食安要及时，护市民别卸责。发口号要求市府对民众食安全负责。新竹两金牌吹粉顶礼拜因为验出假传，予卫生局下令落价回收。有新竹市议员出面指控市府，讲今年5月底吹粉伫台南就已经验出问题，通报新竹市卫生局，市府竟然慢2个月才对外公布，害民众早就把有问题的吹粉食入腹肚内。抽查出验结果早就已经出来，甲醛超标。那就算呢，你需要复检，迟至6月底复检的结果一样甲醛超标，当时候就应该同步来公布，结果又隔了3周，7月18是否你才公布？我们认为这就是盖牌啊，不然什么叫做盖牌？
隐匿这一个消息，勒令停工，但是我们市民都不知情，就这样放任产品流窜了3个多礼拜哦。针对议员质疑，市府回应接到通报了，第一时间就需发动食品安全事件处理厅书，依法展开稽查、抽验、回收，一切拢有按照中央规定来做，绝对无暗砍也是拖延的行为。市府是自从接获通报开始，就持续的采取各项管制的措施，绝对不是7月18号才开始处理，更也不是外界所称的没有要求业者停止生产。我想食品安全是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市府所有的作为都有完整的时间轴跟行政程序，可以供大众来检视。另外，议员也指出，过去新竹土豆酱是伫桃园验出问题，这摆催婚各外县市验出假传，食品的把关拢爱靠别的县市来通报，来批评新竹市政府伫食品安全防护顶悬有正大的问题。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到家己有一个甲起航的头家呢，伊竟然甲这学生囡仔偷袭，对去年7月到今年2月呢，有16个人伫咧便所互人偷袭，其中有10个是未成年。这名负责人呢，毋但有开一个甲起航，阁有伫咧学校做社团的老师，目前检方也该提起公诉啊。大门部分铁门救来无营业，这间伫嘉义民雄的个起航，今年2月，去民众发现便所好亲像有装健康点名机，检警局部进门调查，现场查扣2台健康点名机、3个疑点，也甲8支手机啊，这些相关证物。老师啊，自己本身要顾到自己的作为，这个没有人可以接受。那我送小孩子去补习班，我也会很担心。民众感觉伤寒，因为个起航若开真侪音乐班，社办的4楼负责人也搁伫学校担任社团老师。检警清查偷袭的画面，发现为去年7月16到今年2月25，负责人拢总翕到16个被害人，其中有10个是未成年。判决结果也会送到不适任老师的这个系统里面。那各校在禁用社团老师的时候，可以查询这个部分，那他当然就不是属于合格的老师了。会依照之后司法判决的结果，再参照我们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的规定来进行一个裁处。小案人6月羁押期满了后，转来到当地，而伊看到媒体赶紧关门，搁甲铁门救来，考虑公共利益，检方罕见的公开甲起航的地址，搁提醒捌去的民众爱紧主张权利。严重侵害个人隐私与少年权益，被告涉犯刑法妨害秘密、泄露他人性影像以及儿少性剥削条例。拍摄少年性影像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嘉义地检署以起诉4楼的负责人，考虑伊对16个被害人分别犯案，检方嘛建请法院依法分论辩法，各甲扣案的健康点名机等犯罪工具宣告没收。记者采访报道。讲到即马虽然是热天时啊，若阵我坐车的时阵，有关是喙暗挂条条，因为定定有人伫遐哭哭扫。讲到最近呢，这全世界新冠疫情继续伫咧压悬，国内疫情也开始变紧张咯。疾管署今仔日公布，顶礼拜国内新冠门急诊的就医人数，平顶礼拜就增加66.5%，有愈来愈侪趋势，也显示讲这疫情已经进入到流行期。除了这新冠病毒，热天时啊，也有其他的传染病，请咱的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病院大厅人客甲10通，虽然是热天，不过不少人来看医生拢是因为感冒。也反探最近病毒实在真强，想要比拢比无路。要防备很困难啊，因为到处都有人感冒啊，疫苗好像没有用了，现在要没办法，就是会传染到了。怕被传染啊，然后也像我的年纪已经要近80了，免疫力也降低了。全球疫情清悬，国内也对咧紧张。疾管署已公布上新检测数据，第28礼拜国内新冠门急诊到付4766人次，比前一礼拜清悬66.5%，显示疫情出现升温的趋势，正式进入流行期。其中有超过9成的重症病例拢无做这一季的新冠疫苗。从去年10月1号到现在，总共有160多例的一个新冠并发重症的一个个案。那在这160多个个案里面呢，没有接种疫苗的一个个案呢，超过90%以上。
疾管署表示，已经抢救抗病毒药物甲新冠疫苗，呼吁高风险族群爱赶紧来做，避免引起重症。临床第一线医师也表示，这摆疫情确实来势正凶，门诊的人数差不多成长2到3成。除了新冠以外，流感甲真济病毒也广播流行。暑假其实开始大家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那所以其实出国的就会开始有一些跟国外的接触，会带一些国外的病毒株进来。其实现在大家对口罩这件事情，其实开始大家觉得越来越不太需要戴了。医生表示，疫情有估伫8月中以后，甚至到中秋节左右会达到高峰。提醒民众出入人较济，或者是密闭空间，也是爱挂喙安，搁来洗手。若出现疑似症状，应家己先快筛，搁赶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来看，这中华警方伫咧鹿港呢，抓到一个卖毒的这个药头，想要到这嫌犯，搁驶车来弄警察车，想要逃走，最后经过压制，这3个人呢，拢伫咧车顶也抄到真侪毒品。另外，中华警方也抓到几路境外籍人士做车手的诈骗案，甲这诈骗集团5亿外金流切互断。警察车甲嫌犯的车围起来，嫌犯哥北区想要逃走，最后警察用优势警力压制嫌犯。落车！警察！落车！落车！中华刑事警察队侦办卖毒品的案件，查出一位姓陈的嫌犯涉嫌咧卖2级毒品安非他命甲1级毒品依托米酯。进前，警察伫鹿港执行查缉行动，抓到这位姓陈的药头甲共车的2位嫌犯，现场查考安非他命甲制作依托米酯分段的原料。本案查缉的证物部分有安非他命近500公克，还有依托米酯等相关器具。全案依毒品及妨碍公务跟公危险，移请彰化地检署申办。除了毒品案件，中华警察也连续抓到2件外籍人士担任车手的诈骗案件，其中一位马来西亚籍的查甫，假作是检警，甲被害人约见面提现金，警察提早布线排好，当场抓人。中华县警察局表示，除了投资诈骗，最近因为见到干路这项佚佗物仔真实行，也出现相关的诈骗手路。以时下最夯的战斗陀螺为诱饵，诈骗集团会在群组里面或是在社群平台刊登这个广告，那以低价特惠的方式来吸引买气。那我们彰化县那迄今已经受理了25件，财损是184万元。中华县警察局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透过和银行等单位的合作，成功阻挡民众汇款予诈骗集团的金额，拢总有2亿200多万，嘛成功斩断诈骗集团将近5亿外金流。警方嘛呼吁民众，若接到可疑的电话信息，拢爱提悬警觉，若有疑问会当卡105反诈骗专线查证。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唔是讲你有钱会当买器材就会使，还佫爱将这个法规记伫头壳内。讲到即马呢，这空翕机是愈来愈流行，所以呢有这安全的考量，唔是所有所在拢会当使用这空翕机的。来看这台东的道路车头，一直有民众违规使用空翕机。事实上，伫铁基路边仔的30米内，拢是禁飞区，违规上当会当罚到130万。高雄的观光车站即时影像，伫7月7日八位风台接近的期间，发现有民众伫铁道观景台操作无人机空翕。7月17又搁发现有民众背无人机，拢拄好互镜头录落来。因为多辆车头暑假是旅游的大月，声袂少游客来观光，收费员就定发现有游客会对无共地点背无人机，无小心若落落来会造成危险，拢会扣坑游客，毋过效果有限。这样子，我下去的时候都在省公路那边。他们就好几台在放大部分他们都会到这个的赔回。伫铁基路附近背无人机是违法的行为，依民法法规定，铁基路边30公尺内拢是禁背区。县府表示已经接到民众的检举，警方嘛咧进行调查，一旦查到行为人，除了会向依民法法处罚上悬30万，铁路法嘛有相关的罚则。因为无人机可能会妨害铁路系统正常的运作，上悬会使罚100万，2罚加起来上悬会罚130万。距离铁路应远离30公尺以上，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民众已经有检举，那目前已经向大武分局那边已经立案在调查当中。
因为民众使用无人机愈来愈多，官府表示，台东县有不少区域，包括离岛，拢以民航法划定禁飞区，有需要的单位爱事先提出申请，嘛爱避免发生模仿的效应。官府佮代替当地规划禁飞区的过时，呼吁民众唔通违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有一个真好心的阿伯，叫做陈信志，会伫咧较接触车祸或者是较黑暗的所在装警示灯。这19年来已经装上万粒咯。7月中，伊伫咧巡的时阵，有看到讲这灯呢，或者选举的布条啊炸掉的，就甲这布条啊拆掉。想袂到呢，这个候选人就去告伊偷摕。落尾这位候选人了解讲，这阿伯是热心服务，已经撤销报案啦。开车的人来，下方向啊。甲锁开啊！亲身示范安怎倒警示灯，佮详细说明重要性。72岁陈信志是屏东新园人，因为长期义务伫大路设置警示灯，提醒用路人的安全，互地方号做警示灯阿伯。毋过伊煞伫7月中顺利有灯去互选举布条炸掉，就主动甲布条拆落来，结果当事候选人当作是恶意破坏，请警方以切着做上班。做了到这安怎甲你讲？伊甲讲我有去共绑底布啊，有无？我有啊，我唔得拢下面都下笔录啊。现在就按照程序走啊，到时候要送屏东地检啊。陈大哥表示足无奈，嘛已经甲布条交派出所。服务南台湾19年啊，无想到发生这款代志，因为常常看到庄脚发生交通事故，就自发伫等我处装警示灯，对屏东高雄一路到云林，服务袂少县市。实际请陈大哥带记者登去现场，拄好撞到当事人，经乡长了解是误会，已经请派出所撤销报案。报案嘛，就是讲到底你是恶意啊，无恶意啊，你啦。北个就是大地，唔要嘅事情，我大概北个。陈大哥一直向前乡长回失礼，前乡长嘛讲这是做善事，毕竟是误会，袂过对陈大哥提告，总算是互警示灯阿伯透一口气。你若无甲做，我当然免交法你心情就较轻松啊。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伫咧进前，伫台积电一名姓陈的妇女呢，互中国吸收去112年，含香港籍的丁小虎，伫咧中国开公司。除了甲台积电的人才欧洲以外，佫甲这台积电的机密文件偷摕出来。这国检署呢，依照着国安法等罪嫌，甲姓陈的前妇女求刑7年。要拿这个香港籍的丁小虎伫咧看守所时阵破病过身，依法无该起诉。欢喜比战翕相，香港的查甫人丁小虎被指控是中共政治人员来台湾吸收军人，经过检调侦办，意外发现，连台积电的主管嘛对咧变作是共犯。咱台湾各行各业，中国拢无放弃，一直发动渗透攻势。他们其实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全方面在收集各种情报啦。所以对台湾来讲的话，也许我们比较熟悉是所谓的军事情报的部分嘛。但是在商业跟关键科技的情报收集上面，其实也是对我们有共识啦哈。这阵强调的风波，国检署查出涉案的台积电姓陈的前妇女，从112年5月开始，9个月时间，涉嫌甲丁小虎伫咧中国设立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调伊个推行南海计划等等布局，要学台积电人才去中国食头路，佮非法订做21件台积电机密文件，再转去储读，想要互中国来用。台积电不单单在制程技术方面占有优势，甚至在整个的后段的 IC 先进封装的部分的话，其实也是独步全球，所以这一定也会加深了其他的半导体竞争对手想要来挖台积电的人才机密。因那这个在外台积电前妇女，互高检署批评，无顾产业伦理甲竞争特殊，想要甲中国半导体科技发展斗相共，犯行非常不可取。以国安法甲营业秘密法等罪嫌起诉，求刑7档。这嘛是全台湾头一个咧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落去中国防起诉的案件。因那另外一个嫌犯丁小虎，是因为已经伫咧看守所判病死亡，依法无起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海军逼出光电备案，检方接到检举，讲已经退伍的前海军副参谋长施武朝涉嫌2019年伫左营后勤支援指挥部做指挥官时阵，甲人摕上100万的科米奖，暗互这业者摕到太阳能光电标案。昨昏检方约谈10多人到案，其中2名被告10万块交保。那施武朝含2名业者呢，互声押金价。
因应我们共军海上的一个行动，我们任务会做一个调整，我们的休期也会配合的做一个调休。面对朱立南受访，比这期无照时间有延前，迄时阵海军副参谋长徐步桥亲身说明，已经伫去年办退伍，即马煞个限入前期，被指控伫做组织部就系官的期间，牵涉贪腐风波。那你说他权力有多大？他权力非常的大，因为我讲白点，这个营区的围墙之内，他都有权决定，他有没有批准？好，比如说我采买 A 还是采买 B 的权利，当然有啊。徐步桥是海军官校79年班毕业，被控伫2019年伫左营后勤支援指挥部担任指挥官时期，利用将关辖区招标业务机会以私收8万块口，涉嫌护航特定供电业者，摕到厝顶太阳供电标案，合约总金额差不多5000多万。高雄地检署接到检举，伫一则发动搜查，约旦5个被告在内顶10多人到案，经过规模核实，有2人10分交保。徐步桥甲谢林、谢敖雄等3个业者是成合警件。按理来讲，一关一关上去，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啊。那到底是个人的问题，还是结构性的或制度性的问题？那很难说。凶险这摆行动涉案的现体的军人，目前敢若徐步桥一人，依照涉犯贪腐等罪嫌侦办，约定下第1下晡调开。海军司令部是回应有关国有公用不动产设置太阳供电发电设备租赁案，已经有司法机关侦办，全力配合后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的城镇轮成演练，头一届演练行动网络受到阻碍，包含着北部、中部拢总有14县市参与。总统府的发言人郭亚辉强调，这不是切断，是降速。也讲这中部和北部人口占超过7成，才会大声来演练的。民众生活手机离袂开，不过因应拄到天灾战争，可能面临断网断线。今年城镇轮成演习头一届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验证政府看机关的应变能力、民众备援能力，拢总14县市参加。中部大城举行8月7日下晡2点半，苗栗、台中、南投、中华、云林各家己县市展开30分钟降速演练。8月13换宜兰、嘉南、双北、桃园、新竹县市投入演练。当发生这种临时的状况、无预期的状况，或者是超乎预期的状况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可以做一个算是实验性质的一个测试。虽然说降点数可能还是会稍微影响到公务了，但是至少不是完全切断，因为完全切断，说一句实在话，那半小时到底谁来算？这届降速演练针对手机4G、5G 的行动网络，受限部分包括热剧、传影片、行动支付、看社群媒体图片、分段备份、视讯的通话，暗个通话功能防在警告的消息无影响。另外，家用个网 WiFi 室内定位官方网络会当正常使用。城镇韧性演习期间，民众还是可以用手机讲电话、传简讯，但若是真的有上网需求的话，可以透过连 WiFi 上网不受影响。总统府发言人郭安辉讲，通信演习不是台湾首创，日本、南韩、新加坡、欧盟拢有针对断电网络攻击的通信受阻碍进行做演练。对于南部无纳入降速演练，伊表示中部北部人口占7%，所以优先，所以推广到全国。不过 NCC 回应，南部演习伫早起10点，考虑拄是台股交易时段，真侪人用手机操盘，才无纳入。有些民众说：“哎，我那个时候网络速度跑得慢，那当然会影响到它相关的一些作业。但是我觉得，演习的目的就是模拟说，战争来临的时候呢，怎么办？”专家表示，政府演习的目的就是要模拟战争的情景。立委指出，科技界对降速演练并无认同，要求政府说明通信受阻碍演习检验标准。记者采访报道。为了强化国家通信论性，立法院今日参透通过电信管理法修正案，针对加规卫星业者，未来经过主管机关核准了后，会当免受到董事长爱本国籍含外资股份比例限制，也或者加规卫星服务青年进入到台湾市场，更较有春秋。这修正案通过，也代表台湾走向国际卫星通信的新时代。台湾面临海底地缆不时防破坏的国安威胁，发展加规通信卫星特别重要。立法院三读通过电管法的修正案，针对加规卫星业者，未来经过主管机关核准，会当无受董事长是中华民国籍，甲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大大放宽外资投入咱国电信市场的限制。针对这个条文的施行日期，是因为相关开放卫星业者跟相关执法定定呢，还需要一些时间呐，就是要做一些规划配套措施，所以施行日期是另外由行政院来定定。
中华电信目前已经处理晚会无加几卫星的商用许可，另外晚团甲台湾大哥大分别有甲亚马逊等业者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未来都会当处理商用许可。学者讲，俄乌战争中加几卫星大力发挥保持通信的价值，政府爱摕来学习。海缆之外，那再来就是大家从战争可以看到，用卫星、低轨卫星来通讯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台湾政府就开始筹备这一块，自己来做，要从头做起，时间方面还是成本，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这摆手法，中华电信表示，期待伫兼顾国安定的前提之下，推动产业开放，入境国际家规卫星业者参与，提升备援能力，会继续积极串联国内三零，推动本土供应链发展。外界风声这摆手法，等于是为成年的国际业者来台提供绑定的法规依据。中档外资持股的门槛，不代表说其他的监理跟法遵责任都要一并免除。所以这个新法它采取这个主管机关个案审查跟核准，授权主管机关去另定申请的程序审查的基准。学者强调，相关的通信控制、资料治理、加法律责任一定爱达伫在地监理，为这服务会当跨境，也毋过责任袂当境外化。一旦有当心等的代志发生，政府才会当有效介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6台湾米其林指南今仔日公布这届评选的范围呢有北中南7个城市，其中宜江这间餐厅已经是连续9年摕到3粒星。若讲到这台南的舞蹈呢，唔若摕到6星、1粒星，也搁这年度开业大奖。另外新德县的这个苏西安也摕到1粒星，也搁有少年大总铺的大奖。新竹不是美食沙漠。欢喜甲伫台顶大会29岁少年总破赛柯老安是新德人，这摆毋若第一摆互新德县产生第一间一星的餐厅，佮得到少年总破赛大奖。伊讲出来是做台式日本料理，高中毕业了后去日本进修，未来希望要佮回新德摕2星、3星。网络上一直被说新竹没有好吃的东西，就我一直听得很愤恨不平。就今天替新竹在第1颗星，就很开心。同款是2016年台湾米其林指南乌马，也有台南的餐厅舞蹈，毋若为台南第一摆破2，成功摕1星甲6星，也有米其林为鼓励过去12个月内成功开设，佮有创意概念料理风格年度开业大奖。虽然今年舞蹈爆发成是暗事件，毋过总破赛应聘会依然得到人气，甲米其林的学乐。不管是变动也好，从台东回到台南也好，我觉得都是给你一个新的挑战，让你知道如何改进。心中日常的美食之外，就是也有一些受到国际肯定的滋味跟味道。第9届台湾米其林指南有434间店头，比去年419间成长真多。今年有61间餐厅得到1星、2星，或者是3星肯定。今年3星餐厅依然是泰瑞、JL Studio 甲宜江，宜江是连续9年拢摕3星。另外，过去被公认的为主是嘉华hen，这摆也总算抱回1星的评价。采购啊，不管是同仁啊，我们自己都要每一天来验货啊，多一点来尝试，把这个讲座当成是我们的一个鞭策。今年一摆米其林指南，毋若互总破赛关门拆星，也是真侪人去找找美食的指标。对国内最近爆出上游问题，国家业者的发声，会更加细致挑选安全无问题的油。记者综合报道。可乐台湾的水果真好食，世界有名，而且最近酸鸭等咧大出。也若顶礼拜呢，有700公斤的台湾酸鸭呢送到英国伦敦，就算一粒酸鸭呢爱卖到台票730块，看到超市了后，依然是卖了了。这酸鸭呢也变作是台湾外交的成果。咱也赶紧来看公司国际记者伫现场的报道。好，台湾芒果在上周抵达英国，那么英国市场的反应如何呢？今天我们来到贩售地点来验收成绩。这间是英国唯一的台湾超市，就伫伦敦西南。去年拢伫伦敦上贵的房价区之一的利奇门，门一个撒开，拢是上熟悉的台湾味。店的中央上显目的所在。放3粒拄啊为台湾空运教育的甜蜜蜜往来，一粒差不多台票1,300块的贵妇性价值电视。冰箱顶站是放即届的主角台湾酸鸭。
7月6号的时候采收，然后7月7号上飞机，7月8号就到店，所以我们从7月8号就开始配送给大家，然后跟在店里贩售。那目前的量就是大概剩2箱。顶礼拜拢总700公斤200箱的台湾酸鸭飞到英国，其中预购量有180箱，配送上远的送到苏格兰的亚伯丁。伫店内20箱现货，一粒卖差不多台票716块，准公计销无俗。也是有台湾学生囡仔专程为剑桥东伦敦远路走来，改一粒乡愁。头一摆食台湾酸鸭甲往来的英国消费者嘛正捧场，有人试食一喙往来，都规箱拢买去。So today's soya milk. This is no sugar. Oh, that's the best one. Yeah, I remember last time you have bought the peanut soup. This one. Yes, and the red bean fruit. My goodness. So nice. 其实我们这边有点像里长办公室的那种感觉，就是干妈店小小的，然后大家会很喜欢在这边聊天啊，不管有没有买东西，他就是走进来，然后跟我们聊个几句啊。这间台湾超市以台湾人的热情服务，培养真侪主顾客，和台湾美食嘛正做介绍台湾的上好方法。台湾酸鸭成功伫英国的市场试水温，顺利搭配物流了后，业者当要卖予英国的百货甲餐厅。业者表示，即马都欠一个大型的仓库来维持供需平衡。一个进口目标是中秋节的文旦油。公司国际记者洪安峰英国伦敦报道。台北市政府和民间团体今日举办宣导活动，提醒时段呢唔通入公车，啊若伫咧公车顶头也爱徛护载。交通局表示讲呢，未来会改善公车瓦站的区域，增加科技执法掠违规的停车。这个就是后照镜。照不到的地方。退休驾驶林先生透过实景体验，提醒时代公车驾驶是甩死角、甲老大人等公车过车路的安全观念。尽管基金会嘛指出，真侪时代会约公车无徛护载就刷叮当，这个拢是真危险的行为，拢会增加老人跌倒、甲交通事故的风险。可能没有办法抓稳，啊，所以启动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那我自己也曾在启动的时候稍微跌倒一下，可以跟长者呼吁一下，说希望他们在等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追车，然后呢就是上车的时候希望可以站稳那个踏阶，然后慢慢走上去，然后有位置一定要坐，然后或者是有扶手一定要握好。根据台北市公共运输处的统计，2025年境内爱心卡坐公车比例已经占23%，显示时段是公共运输的重要使用族群。台北市公车联管会甲政管基金会拜二嘛举办公车有信心运动时代宣导活动，希望提高时代坐公车安全观念。台北市交通局嘛表示，今年嘛扩大办理时代坐车安全宣导，甲公车业者合作推动公车学院，和公车驾驶了解时代坐车需求。会把公车停靠区的前后，把红线的距离加长。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停靠区的前后也都有那个违停。哦，那这些违停以后，可能我们今年就会有实处的科技执法。台北市交通局表示，未来改善公车停靠区的环境，因当公车停靠区前后红线距离，嘛打算今年伫坐车人停较济台便宜站、松山高中松隆站等等扩大，设科技执法减少违规停车，保障公车停靠甲乘客坐车安全。记者郭正阳之讲台北报道。伫云林有181年历史的口湖牵水庄，已经列入去国家重要民俗咯。今年活动伫昨起过，就要遵照鼓励民众打饭、放水灯、牵水庄，来追溯100多年前因为水灾来过往的先民。10外自乐的居民打饭用布帘的去万人抢祭拜。西元1845年农历6月初，一场强风暴雨，予云林口湖、四湖沿海地区霜冻甲真严重。造成在地先民罹难，在后地方居民为着要超度这水灾的亡魂，当年农历6月初7、初8，拢会举行追思的祭典。万善爷庙都有一个委员会，那每一个委员会都依照他们本身的一个习俗跟祭典的方式来呈现。云林县府表示，口湖牵水庄伫咧2010年列作是国家重要民俗，宣布予保存者金湖万善爷庙、蛤蟆寮万善祠、下寮万善爷庙举办打饭、放水灯、甲牵水庄等等仪式，用灯纸固水庄引导亡魂去哩岸顶，嘛是全台湾规模上大的水灾祭仪。道教可以
哦，初7是放水灯，初8是点状、转状、倒状。发挥阮是叫做起装交看装，起装交看装，就是把这个毛粉洗起来超多。这个过程阮叫做起装看装。第一只阮就是拍开心来讲为什么阮要来参加这个活动？为什么这个店爱留的啊？伊是有什么意义？文管处嘛讲，今年除了这点，嘛有文化推广，让更加侪少年人加入打饭搭、做水装、工艺体验，嘛用导览人才培训，希望让更加侪少年人熟悉地方的历史。记者综合报道。台语的流行歌对日本时代发展到今也别100年了。就连锁册店伫7月免费杂志推出台语歌即好耍的专题，就读者来分享台语歌，也观察到台语歌和咱的生活情感是连做伙。有广播媒体人士认为讲，听无台语是无问题，那因为这台语歌的歌好听，对台语豆豆有兴趣，也会去了解，感受也会愈丰富。若当推荐台语歌，你会听倒一条歌呢？是对，还是足香？台语流行音乐史已经100年，成品注定在7月提案免费杂志推出台语歌，足好算气话，足读者分享台语歌，嘛观察到台语歌定连接到唱卡拉 OK 的生活记忆，也有真侪听无台语的现象。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会有读者分享说，以前是因为听不懂台语，所以觉得台语歌都很不好听，但是听到了这一首 Maybe， 然后他就发现还有这种轻轻柔柔的旋律，后来就开始喜欢，然后甚至会去研究歌词的意思。长期关注台语音乐的广播主持人也就认为，听无唔是问题，那因为歌好听，对台语产生兴趣，进一步去了解，感受就会愈丰富。那因为听无对台语歌产生排斥，永远是受到社会因素甲特定偏见的影响。一寡人可能伊无遐介意韩语歌吼，韩国话感觉讲因足差，就像伫原家嘛有一寡人因为过去各种的政策的关系，所以对台语歌有家己的误解。不过咱会使看到讲，这几年无论伫金曲奖啦，还是各种的场合，台语歌愈来愈请呀，所以我感觉这款的感觉是噪音的现象会愈来愈少。为了要让读者通看到台语音乐的多元发展，杂志嘛介绍真侪新世代的台语歌。主店感觉音乐是接触台语真好的入门方式，尤其台语已经变做要失落的语言，使人感觉稀微。伊嘛认为推广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实台语歌只是一个锁匙尔，咱到底是要拍开什么世界，然后要连起什么时代。然后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是看咱会当提供什么材料。然后新品做册店来讲，阮是足希望讲大家拢会当入来册店里面找。主店行销总监表示，台语的读甲写对真侪人来讲有难度，听甲讲是多数人开当接受的。未来继续透过挖大民众生活的方式，互愈侪人接触台语的文学甲各种创作。记者卢长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台语现代诗选伫7月16正式出版，当中有收105位诗人的诗。编者李美清就讲，内面选用教育部推荐台语汉字甲台语重新修编，降低阅读的难度，互一般读者也当亲近台语诗。编者表示讲，除了推广台语文学，也希望带动客语也个原住民语文学的发展。迄一日，海涌起圣地，出手将阿嬷的爱。车落海底，阿嬷只是点点坐伫海边，用目屎参与心爱的人讲话。甲爱意寄托伫深海，这首收视海记是40多岁陈庭轩创作的台语诗，作品就收伫李美清编选的台语现代诗选内底。当年研究台语文学学者李美清，甲包括战争、出培火、落雨的诗，到2020年后，温石桥的诗，拢收伫新出版的台语现代诗选内底。希望带读者重新认捌台语诗的文学发展。定下一个成果出来，这嘛会当带动客语，也是讲原住民语的母语的书写。刷来的台湾文学，咱讲导引高雄台湾的文学，就真正会当去甲大家讲，咱真正是足多样，毋是单一的语言。台语现代诗选拢总收录105位诗人甲诗作，用教育部推荐台语用字甲台路重新编修，降低阅读的难度，互一般读者嘛会当亲近台语诗。出版社表示，这摆重新编的诗选，除了经历100多年的文学发展，嘛希望互愈侪人了解台语文学有侪出色的作品。甲台语文学的历史重新展现，互大家看以外，嘛希望透过这3本文选内底所要表现的一寡价值观、审美的观点。
点，认捌到台语文学到底是倒位厉害吼，倒位水开。出版社进前嘛出版过台语现代小说甲散文，即马甲台语诗选上尾一个斗图斗起来，呈现台语文学丰富的背底，互读者看到累积100多年来台语文学的成果。记者郭志阳、王志光台北报道。讲到即马呢，什么拢是 AI， 那咱人和机器之间的界线是愈来愈分袂清楚咯。今年团结中心呢，就招6个表演团体，对这个8月底到10月初，透过歌戏、京剧、武术等等多项形式，要来探讨传统戏剧内面人的价值也个重要性，也希望会当互观众看到戏剧无限的可能性。他们恢复我中了福，一心学习栽培道福。用传统的咖喱戏来讲一个用肉身交换灵魂的故事，这是戏剧梦工场系列其中一个演出。艺术表演是咧讲人的故事、演员的功夫，佮有甲观众的交流，拢是艺术表演重要的特色。不过，面对 AI 人工智慧快速发展，这个规则敢会破破，是这个戏剧梦工场要思考的代志。整个的戏剧也好，戏曲也好，其实从创作开始就是人面对你说有感情，又好像没有；说冰冷，它又好像有一点点类似人的感情。这个时候，我们人如何面对？传统艺术中心表示，新形式 AI 的出现，对戏剧界甲戏剧界拢有产生冲击。今年办第9年戏剧梦工场系列的演出，维持创新甲实验的精神，和传统戏剧有现代的想象，也有歌戏演员分享伊伫即届下届演出的心情。我是一台乌多麦，哒啷哒啦哒哒啦本本。哒啷哒啷哒哒啦本本，你赶紧就车搭伊边边对我来。传统戏跟现代剧，我把它比喻成我们2个人，他应该必须要就是说，去生存，如何在剧场界生存，彼此都要有改变。改变之前就必须要认知，认知的时候就必须要接受自己。今年团结中心招6个表演团体，透过无同的艺术形式来探讨传统戏剧当中人的价值甲重要性。伫8月底到10月初演出，也希望让观众看到戏剧无限的可能性。记者郭佑基、谢桂玲台北报道。讲到今仔日台湾各地头是拢热翕翕，那气象署表示讲，这礼拜各地呢是侪云到好天。那菲律宾东边的海面有热带扰动，拜5、拜6会对南边经过，那东部和恒春会落准雨。气象署指出，拜3到拜5受到太平洋高压变强的影响，各地天气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过头有可能会落西北雨，那拜6礼拜东边的水汽增加，东北部和恒春地区可能会落短暂的阵雨。明天、后天各地在山区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那在平地的部分，降雨的范围跟今天比起来会稍微减少一些，主要是桃园以北、南投以及云林以南比较靠近山边的一些部分平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气象署讲，目前伫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扰动，未来有可能会形成热带性低气压。预估会伫即礼拜5、拜6按台湾南方的海面通过，时间有可能会替东北部和恒春地区带来水汽。不过实际上的发展，也是要继续观察。记者桂宗林、林飘凯台北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苗金马祖对26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